Hello， 大家好，我係 Alice 啊，歡迎你又嚟到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呢排 Adelaide 成日落雨，落完雨之後 Moriata Conservation Park 嘅瀑布真係靚到不得了，不如就趁住今日好天，同大家一齊入山睇下呢一條雨後限定嘅瀑布啦。唔講咁多啦 ，Let's go！ 睇開我影片嘅朋友都知道，我去唔同嘅旅遊景點，好多時都係坐公共交通工具，所以我啲影片係適合送俾一啲非自駕遊嘅朋友。咁當然梗係歡迎揸車嘅朋友睇啦。喺26號站落咗車之後就向右行，大家睇下呢個交通指示牌幾得意。因為呢度都係袋鼠同埋樹熊出沒嘅地方，過咗馬路之後就到達咗呢個公園嘅大門口。Moriata Conservation Park 距離市中心一啲都唔遠，坐巴士嘅車程大概係35分鐘。入到嚟感覺就完全唔同晒。呢度係阿德萊德附近好受歡迎嘅自然保護區，最吸引嘅呢就係山谷入邊有幾條瀑布，同埋一啲行山徑，仲有呢度就係尋找野生樹熊嘅好地方。我之前有一套影片講野生樹熊活動全紀錄，就係喺呢度拍噶啦。中意樹熊嘅朋友真係唔好錯過呢一套片啊！記得睇返。呢個公園都有兒童遊樂場，哇！呢條滑梯咁長，我都想上去玩啊！阿德萊德呢一類地中海式嘅氣候，夏天多數又光又熱，雨水唔多；冬天呢就會涼啲、濕啲，但係通常都唔算成日落好多嘅雨。不過今年就特別多雨。呢個公園我都成日嚟㗎，我都好少見呢一條河啲水咁澎湃。落完雨之後嘅 Moriata 好清新，啲草好綠，空氣帶有少少嘅濕潤涼意，好舒服啊！行嘅時候記得要留意下樹上邊，隨時出現一啲驚喜。第一瀑布就係我哋今日嘅目的地，跟住個指示牌行就冇錯㗎啦。咦，我見到一啲好靚嘅野花，大家又睇下係咩花？呢段路我哋會行少少馬路，由巴士站落車行到呢個位大概只係15分鐘左右。哇，條河真係好多水，我覺得真係難得一見啊！呢啲場面。揸車嘅朋友可以揸到入嚟呢個停車場拍低，咁即係話唔使行，即係話嗰15分鐘嘅路程啦。哇！呢一條瀑布真係好吸引喎。今日係平日星期三，估唔到有咁多人揸車入嚟睇瀑布。而喺呢個時候，我見到樹上面有驚喜噃。你哋見唔見到個驚喜喺邊度呢？好多時喺呢個位置停車場同埋洗手間附近嗰幾棵樹都會揾到樹熊嘅蹤影。我嘅朋友講笑咁講，唔知係咪公園特登放隻樹熊上去，作為迎賓樹熊嘅工作呢？咁即係話咪講呢度係有得行山，呢條行山徑就喺呢條樓梯上去，行一段路之後就會到達咗第一條瀑布頂嘅碌勾，之後就行去第3條瀑布，最後就行去第2條瀑布，跟住就會喺右手邊呢條樓梯落返嚟呢個位啦。雖然路牌有寫明呢條樓梯係上第2瀑布，不過我就好少由呢度上第2瀑布，再行入啲我就話俾你哋知邊度上第2瀑布個位好啲。行過3條橋之後，就嚟到另一個 Moriata 出名嘅景點 Giant's Cave， 中文名就叫做巨人的山洞。呢個山洞絕對唔係火山洞或者海蝕洞，而係谷壁岩層入邊嘅一個天然凹位，即係話個山谷斜坡被長期侵蝕之後，岩層局部退縮、崩落同埋風化，形成今日見到呢一個洞口啦。離開咗 Giant's Cave 之後，嚟到呢個分叉位，如果想行第2條瀑布嘅步道，喺左手邊呢條小徑行上去。不過有個溫馨提示俾大家，呢條路係有少少斜嘅，可以當係捷徑咁睇咯。呢度有個行山地圖俾大家參考下。不過最近落完大雨嘅關係，所以行第2瀑布同埋第3瀑布嘅步道嘅時候，大家都要小心啲。官方網頁都出咗個注意事項，所以今日淨係行第1瀑布，睇下個壯觀瀑布就算啦。行山嘅時候最緊要安全第一。行到呢個位，水聲越嚟越大聲。哇！我哋喺度聽到聲音啦，開始好似好勁喎，行去睇下先。今日嘅主角終於出現啦！嚟呢度咁多次，真係第一次見到呢條瀑布係咁壯觀，咁多水。大雨之後真係完全唔同晒，啲水由最高位直衝落嚟，啲水花彈到我周圍都係，影呢個景影到我成面都濕晒啊！最正就係啱啱有太陽，陽光啱啱打落嚟，瀑布前邊出現咗彩虹，呢啲咁靚嘅畫面永遠都預計唔到。
其實唔係靚咁簡單，係仲有一種好直接嘅自然力量感。水星、涼風、水霧一齊咁打落嚟，我覺得成個人都醒晒啊！唔怪之得今日係閒日都有咁多人特登揸車嚟睇呢條瀑布啦。係嘅，其實 Adelaide 仲有其他地方可以睇到咁壯觀嘅瀑布，但係對於我呢啲冇車人士嚟講，去 Moriata 都唔使好擔心，佢距離市中心又唔係咁遠。落咗巴士之後就係沿住條路慢慢行入嚟，再加上呢度唔單止淨係睇一條瀑布，佢仲係一個可以俾我哋慢慢感受四季同埋天氣變化嘅山谷。今集影片去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呢一集影片，請你俾個 like 我。仲未訂閱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請你訂閱同埋撳埋隔籬嘅小叮當，當我有新影片出，你就第一時間收到㗎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